观众朋友，今日讲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係阿明哥劉浩明。現今係等幾多東西出廠以前都會檢驗到，譬如講我哋嘅電子用品一出廠時間會檢驗，我哋買茶位一出廠時間嘛會檢驗。但是觀眾朋友有想過冇？可能今日我哋買一啲幸福嘅時間，我用去檢驗，無論還是有一啲公正嘅單位可以同我哋檢驗我哋新買物咯。我哋今日介紹係一個來自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高雄分會嘅李思明主任，伊都可能講物件都得按樣去檢驗。我們馬上歡迎到我哋思明哥來開場，歡迎。主持人，大家好，我係來自新竹新埔離下帶高雄嘅李思明。思明哥吼，頭先我哋一開始有小姐講過，係一啲個貼片咧，做物嘅檢驗嘅一啲結構嘅一啲協會嘛吼。但是睇下以前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先即個小姐係冇我哋觀眾朋友睇好冇？好，我做倆嘅工作之前吼，我做過20年左右嘅軍人，做其中吼做差唔多16年嘅軍事記者，都國防部嘅軍文社。做過軍事記者，退下來差唔多有7年咧，那做過房仲，而家嘛要做房仲，而家目前最主要嘅工作做物嘅檢驗工作，係而家。啊，你談好了，其實人家人生嘅經歷實在幾豐富啦，一開始係做軍人嘛，然後做軍事記者，然後後來退休以後開始又做過我哋嘅房仲，然後其他做我哋嘅物嘅檢驗。做房仲一件事情係可以理解，因為其實幾多人可能大學畢業啦，冇得專業啦，幾多一開始可能會做房仲，因為房仲我講英文個簡單，但是問題係也要付出。其實好技術的問題，當初我有某個經驗地步，我開始去接觸到我哋嘅服務嘅嗰種品質的檢驗咯。另外一個問題應該應該人講是講，我一開始我對我老我太太我都對物是當有興趣啊，很有興趣，所以我就到高雄80年來到高雄，其實我就買物離開第3間，也之間我就看差唔多有好幾百件嘅物，但當然做房仲嚟講，係物嘅買樓賣，我就係算中間嘅一個人係中間人係。但而家對檢驗嚟講，最主要是講係本人對工作嘅挑戰性，係當有興趣去挑戰無同樣嘅領域，當然。買物同檢驗有關係性。去年差唔多7月份嘅時間，退輔會佢有一隻訓練嘅一隻班次，係有一隻紀念來上倆嘅課。都倆協會嘅理事長，而係對倆隻行業來講，而感覺講係買物嘅人，然後經常之間，我哋喺第3方，看樣慢來做一隻服務，來提升我哋帶物嘅一隻品質。所以我是去參加了，來有隻紀念是來經過簽核啦，簽證合格。我本身嘛有防水嘅證照，所以我哋團隊來講，特別是有嘅水天相關嘅證照，和大家來共同來提升啲技術方面嘅一隻專業啊。因為嗱你講啊，我發現到講其實有啲工作其實真係同有啲房仲嘅工作其實係佢配合到佢好嘅啲工作，因為做乜呀？因為常常人明白一款物嘅，房仲得我哋一款物嘅。而睇下我同人講房仲樣嘅，坐北朝南，我生一條毛，我生一條毛，冇得講房我入來冇拍到羽毛，冇得講又係做好叫嘅物嘅，但是以真實的可以講，一片有到一片水管有壞係冇，一片你乜個東西用啊冇，因為尤其係嗰種個舊式的物嘅，其實對嗰度嘅人強嘅房仲來講嘅話，一種東西一定都完全唔對。一方面講唔係講怪，伊講冇去做功課；一方面係講當初人來房東冇得講，
伊来讲，伊嘛无能力去提供，到底遐东西也无个迄个研究诶，有某个地方有坏系无，有流水无，好无？故所以就变成讲，其实有时买到以后，你怪房中无同讲，其实可能嘛，这个嘛唔低，好，但是问题係，反正从一买不过有1-2千块，伊贵国家钱的东西，但是我哋又唔低讲，用嚟去检查，也检查讲，也不过都能用诶，好，查的话其实嗰啲人哋可能去绑本的那个搜查厂，有一同他要去看过，但是我嘅一件事情。其實唔係每個人可以檢查，可是我同佢講，後來我哋退貨費有啲也幾萬以後，後來唔等咧也消費本來有開課係咪？有開課，上海以後都可以拿到證照哈，還是用咯？我嘅證照一般係協會佢開嘅證照，目前台灣來講，政府係忙要開辦音樂相關嘅證照，係忙要。嗰種其實人也要消費有開，也要音樂嘅一啲技術嘅一啲課場。它個課場地位，它要包括到哪一條課場咯？伊嘅內容吼，一般來講，包含了一般樂用萬人來起，用嘅起樂係用萬起樂開始來看，包括伊嘅鋼筋，用萬人來托，我一百，包括佢嘅父母奶嘅問題，一般嘅樂，佢差唔多從開始打地基起好嘅時間，中間差唔多要經過時間差唔多要一叫，係去叫嘅時間，係啲硬化，係。然後一般人就帶樂會出現乜嘅問題，流水一般係都係會來流，包含講一般嘅樂，譬如說人就帶。高架橋旁邊嘅屋來講，可能一般問題比一般嘅屋會較多，亦會有共振嘅問題，等等，還有天同地震過後嘅屋可能會發生乜嘅問題來講，也就是一般吼會有土木嘅先生老人就上課，土木嘅老師吼，太好嘅教授來上課，還有其他包含了掠到嘅儀器要萬人來使用，當然課嘅問題來講，從我哋去嘗試講掠到嘅學生兒，你從基礎開始去了解我要萬人來起，會發生乜嘅問題，按要萬人來檢查，過來按要萬人來改善。掠到嘅問題是基本，我哋大家去上課嘅人，大家是愛知。嗰種我同分析一下頭都唔講嘅一啲內容，譬如講，有咩課題如果同他人去受嘅一個，我會很容易嘅，嚇，唔係人嘅講很容易去讀嘅，有嘅父母呢很容易講嘅，嚇，要叫，然後做板模還是更加嘅貴有行嘅所謂的鋼架結構嘅，嚇，啊，啲嘢，聽見你講。無共用地方嘅屋嘅，我可能會有無共用嘅問題，譬如講頭先講國家橋隔壁嘅會有個共振嘅問題，嚇，可能會損害嘅方式同其他可能有無共用。啊，有啲地方可能睇過醫咩個大嘅地方嘅屋嘅，係咪會地步嘅講緊會上路啦，無論有乜嘅會流水。第三面都講，可能屋嘅叫嘅。有可能會有問題，你樣會檢測到講，譬如講流水啦，嚇，譬如講會遇到一個乜嘅鼻癌啦，嗰啲東西喺度，樣會檢查，最尾係樣會改善下問題。咁所以課程其實對幾多對屋嘅有興趣嘅人來講，其實係一個幾實用嘅課程嚟嗬。實用來講，當然上課上了，你愛去實做啦，而實用讓有辦法。你要工作嘅時節，讓有辦法用上。而冇一般來講，上課上題一般係理論嘅部分較多。我哋是有理事長佢度對應到是有去訓練人哋實做，所以你哋嘅工作嗬，其實我哋音樂來講，一般當然係父母奶嘅部分啊，嗬，綁鋼筋佢哋係算較另外來講較專業嘅部分。我哋喺買以下來講，一般對新屋，我哋一般去屋，一般嘅屋來講，睇了差唔多去3-4
3个人、4个人去验目，一般验出来问题，我哋是会留伊做一只翕相记录，让出报告。验出的同时，我哋会留工体的主任，还有委托因哋会买屋的人，我哋会留伊说明，根本验屋的问题，大部分係物嘅问题，物嘅问题很严重，我哋当时现场是会留伊度讲做一个一则说明啊。干你发，讲快堂的，干你工体主任唔係鬼鬧人的，因為其實出有啲人，伊可能因為講反正你看唔出就算了，但是問題有想到你去檢驗以後，發現講，問題全部出來，變成伊den工體嘅人都冇辦法去點冇必定啊。佢等於講唔等你廠冇好團，嗰度工廠嗰度公司嗰度人變成一個對立嘅啲廠下。一般來講，主持人講到啲問題，一般人會想可能係工體嘅人啊，經常老外就係一隻對立嘅伊啲角色係。不過我哋驗一段時間內吼，其實你遐經常慢慢做啲接受，很就去驗屋嘅兩種嘅方式，因為買屋嘅人吼，佢本身冇辦法去了解講屋嘅問題有乜嘅問題會發生，所以佢很就去驗嘅時間，最主要是我哋去驗，我哋會專業一天可以拿出來，專業拿出來，經常去做啲接受，用慢年來改善。所以你下慢慢經常去做啲去了解講，買屋嘅人係按到去，主要係希望買到嘅屋吼品質當好，慳擺來帶做啲帶30年、50年，所以你下經常慢慢做啲接受兩種嘅觀念啦。嗰種人家買啲新屋嘅嘛可以有做一啲檢驗，安尼睇你啲搞屋嘅時間，咱提供人家屋嘅係咪一啲好屋嘅？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咪有嗰度嘅精彩故事哦。翻古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自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高雄分會李世民同我哋講，伊很容易去接觸到野外工作嘅。我想請問一下李主任吼，佢已經有講，譬如講你喺跟我哋買新屋，後尾有請到你去同我哋做屋嘅去檢查啦吼。但是屋嘅檢查以後唔會出乜嘅證明。同我哋咧委託人講，要要屋嘅你即個檢查怎樣嘅？咁你話佢證明係咪可以拿俾我哋嘅工體主任講，有道東西可能會多時間會有乜個問題啦，係馬上可以改善嘅咯。我哋一般吼驗屋嘅流程，一般係驗好，一般來講差唔多一般嘅屋差唔多3點鐘左右。驗好來講吼，當場我哋是會針對根本嘅檢查的結果，我哋是會請委託的人、買屋的人，還有工體的主任，我哋是會一項留意說明根本的驗好的差唔多有乜嘅出現乜嘅問題。一般工體主任當場是會到根本的重點會做記錄。我哋一般差唔多7隻工作日會留報告，檢測的報告書，會傳本買屋嘅人，然後佢留了資料嘛會同時嘛會本檢上，然後佢哋會針對地部嘅問題，一項來改善，然後第二擺再過來另外約時間做複驗嘅問題。嗰種一般嘅流程係安尼啦，其實都像我哋像看醫生一樣嘅呀。譬如講，你看醫生我同做檢查以後，好，然後看再過三係咧係，我再做重新檢查一遍。好，看有幾度以前檢查到有問題嘅地方有改善冇？咁種
我哋一般呢讲，譬如讲，我哋去看医生的时间，常常会照 X 光啦，吼，无论照个 CT scan 啊那东西。咁对人来讲嘅话，唔定很用啊去检验无嘅喏。一般来讲吼，当然一开始我就爱老人检验服本身一天哦，你嘅专业一天要有。天意方是讲，我就一检服，你就按验乜嘅项目，你一天要清楚。所以一般买服嘅人，我前就检验，如果问讲，你就要检验乜嘅项目，一項，我就要資料先本佢看。所以我哋一去嚟講，一去到現場，我哋會分工。驗天嘅人，驗天涯嘅人，偏數，還有陽台，我哋會分工。所以一般來講，我哋一專業一天要有，天意是講，一檢服按驗乜嘅項目一天要懂清楚，然後可能會發生，而就會出現乜嘅問題，我哋要懂清楚，因為買服嘅人一般對某個問題無按了解，所以一般以前我哋買服一般是簡單看看啦，看價錢、看方位，安尼。一般是咁嘅，底下透過我哋檢驗服，還有最主要係講底下嘅儀器科技的儀器來做檢查。檢測對於買服嘅人還有一個保障。較像我哋委託嘅時間啦，譬如講，這個便宜委託嘅內容地步，因為其實就像頭先講嘅樣，人買服人可能看價錢、看方位、看方便嘛，方便上下班嘛。可是對於真正可以檢查嘅時間，我哋嘛唔提供要檢查乜嘅東西。嗰種人嘅時間，本人委託嘅本人係咪像我們譬如說 A 套餐，我哋可以檢查乜嘅東西，還是 B 套餐可以檢查乜嘅東西，然後多錢，係咪嚟先咯？我哋一般是一隻套餐啦，好，一隻套餐是全部啦，哈，係啊，我嘛喺度想講，嗰個有有人會講唔會檢驗陽台咯，嗰種等於講一啲工作項目，然後全部去做。一般來講是全部包含到裡邊。那一般呢，我哋算呢費用來講，針對室內坪數，室內坪數一般都全幢底部很多主建物，然後這個加陽台，一般是2方的坪數，目前我哋一般高雄一平係600。你這有人家平日來算錢啦，當然人家冇個日太嘅，行人平數日太，當然你幾多錢。但都像頭都唔講嘅，其實人哋如講誒飲陽台、飲水天、飲嗰種我哋個衛浴嗰種衛浴間、飲衛浴間，但係講每一個地方都冇同樣嘅專業，你呢啲地方有一啲冇同樣飲嘅地方嚟嗬。唔講我哋嘅人人全部之外。因為我理事長我成立嘅時陣成立嘅時間，我哋全部要先做相關嘅訓練。我哋唔係講離下來接案件接進來，我們才開始冇。我哋開始是以外本身有很多嘅實務嘅訓練。我係主任，我哋嘅人人通常我哋有時間前服，到禮拜好多間服，我哋老人家服來訓練。訓練，然後到後你是愛，你唔係講聽其他嘅問題，你是唔會冇，全部你聽愛當地啊，他有辦法來做啲工作。有辦法喺邊，可以過全面的去檢查啲服啦。所以其實聽下人哋現場地方有幾多嘅儀器啊，哈，你咪同人哋小姐講，亦係喺面人工作嘅時候會用嘅一啲器材。一般係算主要嘅。佢主要嘅器材，係咪同你觀眾朋友小姐下講，亦都係用，或者用一條耐咯。譬如講，也係乜咯？最前面很多一般簡稱很多水分計，水分計一般是我哋會標，有發生漏水嘅問題，按以水分計來講，做得測到佢嘅含水率會
非常高嘛，非常高。本身的含水率啦，因为一般流水表示两个部分的含水率会特别高嘛。那特别高问题，你用人来讲，冇标准啊。所以要用仪器来做检测。跟住冲凉嘅渗水率標準係嘛？譬如講，伊嘅數值的標準係哪？從兩台儀器來講，一般6%以上，也含水率是算偏高。含水率就是6%以上。咁有6%嘅意思，如果譬如講啊，今日去用到嘅，發現到伊都可能要超過6%。也係表示講，有壁山後背嘅水果已經壁起來，還是講伊可能海拔會有壁起來伊個情形。呀，迄問題每一天迄水管嘅問題，蠻有可能迄地下將廿幾年落開水。本身嘅壁其實有問題。所以老水管其實水管嘅問題有時要看佢嘅整個施工嘅圖。哪會有管路水管？一般來講，冇水管的地方是一般老漏水啊，是講落開水，佢會壁會滲水，一般係咁。OK， 等於你講，嗰種沒有水管的地方，但是也有含水率超過6%嘅話，就表示講伊海拔會有滲水的問題，對不對？好，剛才話其實，人哋儀器真的我至少因為你用名唔出來啊。名唔出來。係，一定名唔出來嘛，尤其係新買貨嘅時間，可能我吃得過醬啊，那地會講。我以為你有問題咯，好，咁個聽驗咯。聽驗一般很多輻射檢測儀，輻射，一般我哋會到現場，看輻射會超過標準嘛，還有數值啊。可是而家人哋唔係像輻射鋼筋的問題，其實唔係更加個少嚇。我一般測嘅問題有鋼筋係一種問題啦，當然有到喺度落地板來做檢測。空曠地嘛做的，還有 TC 台的問題啊。所以有的看檢測來講，當然現場有離下輻射鋼筋的問題離下較冇啦。係啊，嗰時我在想，點解咪會有輻射位的問題？有的會電廠，有的會是老電磁波，都存一些的時間。好，咁中間那個呢？呀，過來了很多紅外線的熱現象。一般我哋公司出去做漏水的檢測來講，是用熱像儀，然後加上水分計，用兩者去做搭配啊。熱像儀唔係看乜個地方有少少嘅嚇，咁用嚟去檢測到會有嘅滲水。一般像我哋一般目前來講純文的地方，4個角，我哋以下陰陰一般只要喺迎風面嘅地方，我嘅純門冇俾落水嘅時間佢會直接留窗戶會有接觸嘛，我哋會用灑水嘅方式，都冇俾灑水，差唔多一般15分鐘啊20分鐘，時間多咧，我哋是會用啲熱像儀，來看啲地方。伊個溫度一般來講會較大啊。安尼你表示講，其實水有參與來啦。然後佢會出現有畫面，做得去判定講你哪個地方有漏水嘅問題。都等於講，看看來嗰種鬼咩嘅地方，但是到海多時間，海拔落太熱時嘅伊啊，如果對個參與來嘅地方，好，嗰時對入嘅，其實伊起嘅熱時，個地方溫度如果大。伊會較大。好，嗰個因為有水嚟嘅嘛，嗰時都變得幾清楚嘅，你講也要從強嘅地方，那一地方可能會都是落雨嘅時間，會有伊人嚟參與來。咁你其實真係用途幾清楚呢，一般業務來講，你喺問題，假使發現有漏水來講，算係就去業務，地方嘅睇問題。其實今仔嗰度儀器可以去聽數，我哋去檢驗我哋都冇嘅，我哋其他現場係咪嗰度嘅東西唔成說明咯？休息下喎，等下馬上講本堂哦。
花過來福起來，上兩節目的來賓李主任同我哋小解讀，軌道對檢查某個時間用到的器材，其實呢個器材真是有自家嘅一個本身的一個用處吼。我哋馬上來就請我哋李主任同我哋小解講，存喺其他器材係乜嘅用途呢？李主任，係咪同我哋小解講，像中間的係乜個東西啊？前面講一般很多空鼓棒，主要係用到我一般的鐵鑽吼。鐵鑽佢是呢個。搭鐵鑽吼，我搭到有空心嘛，我用嚟一般都敲打地磚，敲有沒有空鼓？聲音冇重要吼，有碟片就冇碟片，其實聲音冇重要。冇重要，一般嚟講，問題太問題，經常佢會來處理，一般樣。再過前面中間也係一般的玻璃啊，玻璃的厚度，厚度檢測儀。玻璃的厚度有乜個差別咯？玻璃厚度一般，離開玻璃的厚度來講，最主要，佢做的一般是氣密窗啦。噪音我們可以防那個氣密嘛。一般厚度來講，如果有達到0.8 mm 來講，基本上厚度都不錯。那目前建商一般佢嘅標準來講，係建商佢愛希望嘅時間，佢嘅玻璃愛用乜嘢規格？你應該要寫清楚啊！自家來決定啊。一般用到1公分，不是0.8，0.6，一般是好，再過黑玻璃還是鐳射，也有到電子水平儀，電子水平主要係看，我哋一般來看係看用水嘅地方，像衛浴，細型嘅地方，佢嘅排水。一般來講，排水有一隻幅度嘛，泄水坡度，泄水坡度。那一般來的，佢也是用鐳射水平，一看佢嘅坡度，會跳平嘛，一般跳平，水冇辦法，冇辦法，佢有一隻標準啊。那另外我哋會用現場會用水噴水看水會出隻有多，然後佢會積水。一般我哋會用隻方式。也冇佢重要呢，再過來較重要是隻很多管道內視鏡。係，這個佢講係胃鏡呢。胃鏡，一般用到人哋會體內一般陽台啦，還有衛浴偏數地方有一隻地排。地排來講，一般的屋氣候。當到嘅防磨奶會切到地步。嗰種沙嘅嗰度。沙嘅就會切到。一般其實你買屋嘅人，一般是冇辦法發現你嘅問題。可以聽到用你嘅問題，你嘅儀器你去隻佢做得有一隻觀景窗，做得看到地部嘅有切到，讓佢冇切到。所以你管道內視鏡來講。對於一般買屋嘅人其實當重要。你至少跟我講，其實有些我哋希望嗰時有啲我講完直接把嗰度防磨奶水出嚟都給排下去。有時就有多多全部磨下，有廿蚊提嘅表行嘅時間，慳一百都真係會堵塞到我哋嘅水管，我哋排水嘅時間都會出問題。再過嚟前面其實係黑不了係噪音前面係空氣品質。嗰空氣品質的話，其實我哋新屋嘅那有乜個空氣品質的問題？空氣，按我講好咧，一般佢有一隻標準啦，像你下公體有，譬如你下屋佢有T1期、T2期、T3期，你下按照買可能買T1期、T2期很多。還忙完工嘛，所以也像是空氣來講，我哋會針對當下就你倆間屋倆隻時間，我哋要讓你做檢測，看空氣嘅問題。當然有的完工，可是周邊有一些做好嘅地方，嗰時嘅空氣嘛唔係按好做嘅。所以我哋會做一隻檢測，有一隻參考本買屋嘅人。有冇佢重要係啊？再過兩隻係漏電斷路器嘅回路檢測儀，一般用天會漏天。最重要是一般用天旁邊有水嘅地方，一般你下全部歸天，你聽到按漏電斷路器。
发生水嘅问题，你来了，佢天会自动在配电盘改会伊要做一只跳脱，所以我哋要用2只仪器都插座嘅地方，本佢一只讯号，然后再过去看佢嘅配电盘，你嘅功能会自动跳脱冇？哦。咁而咪更加好，比如講我哋嗰度浴室，浴室咁樣可能都化妝台，化妝台我嗰度有插座，佢插座上面可能比如講我哋吹頭啊冇啦，冇乜東西。咁但是嗰度是有時陣我哋那個水啊，我拍過去，嗰時等於講更加是規定講水拍過去以後一天要斷天，嗰時也要機器用來去檢驗講，像按呢伊啲肥路，伊即個有做好冇，伊係咪會斷天？其實我哋喺廚房嘛嗰度啊。廚房嘛，規定廚房嘛愛。係啊，因為廚房伊可能要插微波爐，要插電鍋，但是隔壁可能都煮飯洗菜嘅地方，嗰個其實最容易發現到水會走去到我哋那個插頭地部起嘅情形。嗰個也都嚟檢查嘅，但隔壁嗰種廠啊，嗰種外星人咯。要講好，一般來講是按到鐳射水平儀，水平儀一般是講，起伏嘅時間佢體內有片。一般有片膜是用2個鐳射水平儀來做這個檢測。可是等於講，人出去嘅時時，大約問你講加拿大是嘛幾多呢？當然。但是厝嘅也就大約以外，你都嘛一地公用嚟去用伊吼。我哋一般出去像我哋公司出去，我哋嘅東西算最多啦。主要係講你一隻公司出去檢驗，當然。基本咧，也條嘅東西儀器一定要具備。再過來，條嘅人嘅形象嘛當重要，所以我哋要本身嘅制服，所以我哋要出去一定穿制服，東西一定要帶到。然後現場嘅大家專業嘅標準嘛要有，我哋當時聊天啊。工作是做工作，還有大家所以講工作紀律啊，我哋當要求嘅問題。也係咪同你這個以前係做軍人有關係啊？可能嚟都相關的軍事化的一個要求啊，可能個專業，但是可能嚟嗰種軍人的一個要求。其實嘛有咧，我哋我都迪拜其實專業嘅問題當然當重要，但是工作嘅態度。非常重要，因為也算一隻服務嘅行業嘛，所以我哋希望講透過我哋業務，希望再提升買嘅人，所以買到好嘅貨，希望嘅人嘛，希望透過我哋業務嘅一隻第三方來講，販賣起嘅貨，大家來講做貨越去越蓋越好，希望嘅品質越來越好。也就係我哋嘅希望咯。等於講有一啲公正同專業嘅第三者，好，我變成講賣貨嘅人，唔好講以海外嘅人，以做貨嘅人做得唔好。你做貨嘅人嘛，唔好想講啊，反正我做嘅東西，你這個嘛唔對，哈。佢說，但是某個事情有關愛，等於講有一啲第三方公正有專業嘅一個團體嘅事情，可以變一兩片，其實互相信任嘅嗰種程度嘅嗰個，但同時其實像我哋更加嗰度，譬如講牽人去嘅。好，佢嘛要求講，我買個做支付，好，去到嗰邊路卡一天要脫鞋，好，無路幾多東西全部一定忙嘅實在冇希望嗰種懲罰會上去。嗰陣等於講，因為行業海外其實一定要專業嘅時間，更加把伊做為好也好，海外會其實會一種營業落嘅時間，變成講即個為一啲形象、一啲專業性冇提呀。嗰陣從人即個叫按嚟做到更加有本即個影響佢成為一啲。案例嘛，其實我哋嘅團隊一般出去其實工資佢都冇當緊張，因為一般業務嘅人其實一般有到2、3、3殺，是業務。我哋出去是有基本嘅，我哋會藍色嘅上衣嘛，卡其褲，我哋會基本嘅服裝上嘅。但出去一般我哋會工作紀律當好，所以。有一擺去到現場，差唔多來設計工體嘅主任啊，還有頭家全部出來看。因為一般來講，業務因為來也種嘅人會來到現場。你的團體，你會還有感覺講，到底你們要怎麼演？我印象最深刻一擺。
我迄较坚持我地位专业啦，是讲浴室嘛吼，淋浴间我细型的体房的体泉，一般细型的体泉是当然是细型，体泉流水的关系比一般的客厅啊关系厅来讲，它的关联性比较大，所以我地位由空鼓来讲是发现空鼓还有砖跟砖中间有一只缝，里头有缝膜处理后还有空心，但是经常是感觉讲问题唔係动态，但是我喺堅持講，你喺問題哈，你下你感覺冇問題，但是體泉空心，體痛了後有可能旁邊被風水慢慢落去，過1年2年漏水嘅問題是會發生。按最尾係是講，伊喺堅持講冇達到彎體泉的比例啊，但是我講彎體泉最主要係我們有一個比例的原則，但是我是會感覺講浴室的體房伊唔係比例的問題，浴室的地方是100%你是會留愛體泉的搭好。最尾我講是講，我講當簡單。了解佛假使係你來買，發現了嘅問題，請問你有辦法接受嗎？因為一般有地位公司主人當然希望問題冇按到最好嘛。我哋一般會希望講用同理心啊，所以最尾也公司主人起碼同意我老女方。可是其實看下今日節目，觀眾朋友發現到講喎，其實喺買買屋嘅吼，唔單止看伊個價錢，伊個房利，還有伊便利喎，同時你嘛可以搶一到專業嘅專門從阿哋檢驗屋嘅人去檢驗人新屋嘅。今日感謝阿哋嘅專業來到現場同我分享按到人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